后来乡亲啊，继续要来看的是台北市的前市长郝龙斌，甲卫生署的前署长杨志良，认为高端疫苗也未做完第2期的试验，卫福部就予因紧急授权，是替人民的健康咧滚算笑，再去到高等行政法院送状，申请停止紧急授权的处分。 就是我希望议会做成决议，就是在高端疫苗没有证明它保护力有效的前提之下，不要让各地的民众来施打。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现在在使用的有效疫苗是用免疫桥接的方式来做，通过紧急授权的一个依据。 郝龙斌批评讲，安尼颠倒会让高端疫苗无公信力。讲若要让高端紧急来授权，就应该遵循着国际标准，至少提出着第3期其中的报告。郝龙斌嘛以台北市前市长的身份，呼吁其他县市首长莫来做高端疫苗。好来。